婚林园长有一位70多岁乡亲李金元，伊咧改造着金属铁管的时阵，产生着灵感，转用这个铁管甲水电的零件，做一身搁一身的铁管红仔，真特别哦！咱做伙来看。 一身一身用铁管甲五金材料所做的红仔，拢是70多岁李金元家己所做的原创作品。顺当地，咱像人安尼就开始落想看要安怎做，这样才开始落想落做。我这无寸手的，我这拢家己念是讲看出偌重，才落做安尼。伊讲伊做这的红仔已经1年外，题材是真多元，伊个会替这的红仔斗电火是真趣味。这个就别人就无法度通模仿，因为这。 手工，即个像这链啊，伊又无同模仿。我这链啊吼，这支扳起来会行，扳落会动的。不过其实伊嘛是北港妈祖病院伫咧园中落地古典的学员。他因为帕金森氏症，从原本的手绘抖到现在来我们这边可以写到一手漂亮的书法。古典嘛真欢喜，时代会当培养新的兴趣，做家己的原创作品，会当讲是高手伫民间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